这是订单明细，你签收一下。嗯。老板，我要验货。行，你看，都是好东西。看看。老板，我们预定的是项目，这箱不是吧？没有啊，你看这箱，多像啊！不是像不像的问题，而是不是的问题。小姑娘，你看这个色泽，这个纹路都是好木头，结实的很呐。师傅，橡木防虫蛀，你这个木头风吹雨淋很容易断的。小姑娘，我们厂的木头都结实的很，人都掰不断，更不用说给猫用了。你就别太较真儿，都差不多嘛。你要是真这么说，我还真较真儿了。你不说掰不断吗？哎，如果你能掰得断，我二话不说给你换。师傅，能履行你的承诺吗？行，小姑娘，我这就给你调货啊，给你换啊。这还差不多。学长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好巧不巧，就在你刚才咔嚓那块木材的时候。不是学长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这个人性子是有那么一点点刚，但刚才我是正义的暴力。正义的暴力，你总是能给我意外的惊喜。不是惊吓就好。正义的暴力，挺可爱的。哎，学妹，小心！阿田，你得注意安全。刘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还要问你呢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我叫学妹过来的。阿田迟迟不回应我，难道是因为这家伙的干预？刘总，您来了。罗先生和田小姐也在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千盛集团的刘总，是我们流浪宝贝之家的赞助方。我特意邀请刘总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启动仪式。刘总，您看，这个是罗先生和田小姐一起设计和搭建的。他们用爱心为猫咪们打造了天然的游戏乐园。哦，我已经感受到建造者满满的爱意了。哼哼。刘总这么热心宠物公益，我想一定非常喜欢小动物吧？抱一下嘛，很可爱的。田助理。啊？田助理。方馆长，媒体还有1个小时就应该到了吧？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吗？这个霸总居然怕猫。你笑什么？给我吧。对了，刘总，千盛集团那么多事等着你做决断，怎么这么小的一个公益启动仪式，你竟然有时间亲自来？公益不分大小，难道你觉得我不能跟罗次一样，深度参与公益吗？不是啊，主要是这个活动是由学长发起的。之前在山水村，你们2个气场不合，我担心。他发起，我发扬光大，
在这场公益里，我们同等重要，而且筹办大福基金，我不可或缺。也不能这么说。如果没有罗茨学长，我们或许就不会关注到流浪动物，更不会有大福基金。你怎么总替他说话呀？我似乎听到了我的名字，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学长，你那边忙完了？不用了，我来就行。我刚才跟阿田配合得很好。行，你来，谁来不一样啊？也不是兄弟，但田助理，啊，田助理，哎，刘总，你没抱过小动物吧？我不喜欢那种软乎乎的触感，让人觉得很脆弱。其实很治愈的。你要不要尝试摸一摸看？就试一下。哎呀，你就摸一下。不要。试一下，来来。怎么样？它主动用头蹭你，说明猫咪很喜欢你，在你手中感到安心和愉悦。哦呦呦呦呦！刘总，要不你抱抱？抱一下，快救一下！据说这只小猫在被救助的时候身上有伤，很没有安全感。我也是尝试了几次，才赢得它的信赖。没想到你第一次就成功了。那这个小家伙，他还是挺有品味的啊。唐特助，这张照片有点水准。刘总，我是以黄金分割线比例为您拍摄出阳光、热情、人和自然的爱。你又进步了。这一回合，人类幼崽成功抢占喵星人阵地。神探八总已经沦落到和猫争宠。怎么样，阿田？有没有觉得这张照片充满了爱？
唐特助，田助理呢？他刚才说上洗手间后好像一直没回来。学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活动结束了，坐。学长，这次公益明明是你牵头做的，怎么在采访时却偷偷躲在这儿啊？我问你，流浪之家救助流浪宝贝目的达到了吗？嗯，那对我来说就足够了。做公益最重要的就是结果。跟学长在一起学到的，永远不仅仅表面这么多。来呀，小宝贝。我看到一个吊坠，和你插画里面的隐藏 logo 很像，所以我把它送给你，感激你这次不辞辛苦来帮忙。学长，你居然知道我插画里的隐藏 logo？ 我仔细阅读你之前的作品，能把自己的名字和 logo 完美结合，令人惊艳。其实很少有人能看出来，学长真是太厉害了。谢谢学长。阿田，干嘛？找你有事。对不起啊，学长，我先离开一下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刘总，你这样真的很莫名其妙，没有礼貌。我没有礼貌，像罗斯那样手都要碰到你的脸了，他就有礼貌。刚刚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是那样，不是那样，是哪样？这样。阿田，我。刘总，不早了，我有些累了，先回去了。哎呀，又走反了。我还没说烦呢。罗茨的手都快要碰到他的脸了，我只是复原了一下事故现场，他怎么就跑了？刘总，所以是谁碰了田助理的脸呢？当然是我。那就不一样了，刘总，你真是撩人于无形啊！我现在有理由相信你们爱情的箭头是双向的。你想想，田助理对于你的接触反应如此强烈，不恰恰证明你在他心中与众不同吗？可他为什么要躲开我如此撩人的示好呢？女孩子总要矜持一些嘛，或许内心是很激动的。你说的对，阿田一定是害羞了。我就说嘛，见过如此优秀的我，怎么能看得上罗茨？对呀，刘总，我已经示意方馆长为表感谢送田助理2张电影票，爱情片哦。不出意外的话，田助理明天就会约你。这次干得漂亮，算你将功补过。下班了。啊 ，Nice， 双向奔赴 ，Unbelievable。